咁而呢個咧，我哋入邊咧，如果大家有睇唔到咧，用個電話放大又得，就係有兩支絲桿鋼造嘅絲桿，用一個驅動器轉螺絲，推到嗰兩個絲桿升嚟，好平穩，唔會話一邊高一邊低，唔會一邊強一邊冇力，好平穩咧，係試過。我哋出廠咧係試過100次，瘦嘅人、肥嘅人、特別肥嘅人試咧，我哋俾佢試，全部合格。我哋第一 up chair 38度，英文我哋叫 up chair 38 degrees， 中文我哋叫做動椅38，係 patent 咗嘅，即係換之專利註冊咗呢個名。第二，我哋經過好多嘅香港營養學會主多手續，攞到香港標準及檢驗中心3個證書。第一，高度防火測試，我哋所有用料，包括木刻，包括以前，包括所有機器，都有個防火塗料。喺個大浴缸，即係或者大嘅藥水缸咧，浸2個禮拜。換之咧，普通嘅火燭，當然咧，如果你3個大火就冇得講啦，唔會邊度講，攞到證書。我哋資料咧，你哋如果需要，我哋攤位會有。第二就係負重150公斤，即係大肥佬頭先我講過啦，360磅嘅人士都可以平穩升降。唔會話人嘅聲咧先勉強升到去。第三，呢個最難啦，輻射測試。原來咧，我哋機器摩打跳動啊、升起、拉開、閂埋咧，都有個幅度嘅，都有個輻射嘅。換之咧，呢個可能未必，但係可能有影響健康。我哋同藥劑師同不醫隻醫，亦都同物理治療師。亦都同呢個司儀講過，我哋大家認為咧，老人嘅產品咧，安全嘅最緊要，所以我哋不計成本，經過多重手續、多重改善，4次嘗試，先至喺中國檢定中心係國家即係企業嚟嘅，政府機關嚟嘅，就正式攞到個證書。亦都達到歐盟嘅標準，我相信大家聽過啦。歐盟即係換言之嚟講咧，歐洲所有國家，包括全世界，英美、歐美、北歐，全部可以安全使用。而最後咧，我哋喺呢個展覽期特別優惠，大家7500蚊買到呢張，7500。大家亦都可以喺豐澤嘅網店買，咁但係豐澤嘅網店咧，我哋個搶價費，所以變咗個價錢咧做13500，但係直接我哋採購咧7500。咁仲有咧，個大會再俾啲時間我咧，就係呢張我哋叫9度，所謂9度嘅意思咧，就通常咧係有9度向前傾斜，個目的咧同呢個一樣。但係點解有個分別咧？因為呢個冇機器，呢個有機器，所以成本低。呢個2500蚊。大家有冇覺得呢個款式都好型嘅？靚唔靚？認為靚嘅請舉手。差唔多全部都舉手，多謝大家啊！多謝大家。呢個對於我一個好大嘅鼓勵，因為咧我入業計嘢咧5年時間，而我亦都係一個典型嘅長者，我啱啱過咗生日80歲，80歲，所以咧，我亦都知道長者起身嘅困難，所以知道長者心入邊嗰個擔心。喂，我去睇屋企，我要忍又點咧？所以咧，我就切身感受，的起心肝，經歷過好多次嘅生活。亦都好，有一班嘅好朋友，有一班好嘅拍檔。好似我 Hugo 豬咧，即係我嘅好拍檔咧，
幫手嚟到令到我嘅產品咧順利產出。我哋短喺應該係今年啊4月24號開始，直至到而家11月，今日23號啊，即係8個月9個月時間，我哋官網嘅瀏覽嘅人數，大家估下有幾多？佢話100萬，有冇第二位估下？瀏覽人數，我哋官網人數有冇幾多？大家諗下，200萬，仲有冇？大家諗下，多啲，500萬，好，仲有冇多啲？多啲，1000萬，仲有冇多啲？啊，2000萬唔到，嗱，我坦白講嚇，1890萬，大家俾啲掌聲好唔好？即係換言之咧，瀏覽我哋呢個網站咧係1900萬人次，當然有啲人重複啦，但係大家可以留意 Facebook 睇過我哋3秒廣告嘅人次 repeat 啊，即係重新睇咧70幾萬，即係我可以肯定講咧，喺香港700幾萬人口，743萬啦嚇，最近人口統計，換言之咧有一個人。700萬人次有一個人係知道我哋讀語，知道我哋噏車，呢個係咪值得大家開心？多謝大家拍手。我希望繼續努力，將我哋嗰個產品咧upgrade，因為點解咧？喺呢4日嘅展覽咧，亦都好多 feedback， 好多正面嘅批評，亦都有啲負面嘅批評。負面我講下先嚇，就話呢個病。好得挨頭啊！咁老人家升起咗個頭喐嚟喐去點咧咁所以咧我從此而流。換之我哋個 upgrade 版咧，我哋會好似汽車位咁啊，呢度轉2個轆，放一個頭枕嘅。咁等老人家咧瞓覺或者休息咧，有得落下，唔使個頭嚟嘅，係咪？亦都唔怕屈親條頸。咁亦都有人提議咧，就話：喂，中燈咁嘈。我起身又要推張台又要食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個 upgrade 版咧亦都加咗4個轆。當然你可以加可以唔加，即係等你起身咧，褪後張凳，再推張台啦。一台可能屋企做，咁換張凳頭咧，你又唔起身。咁我可以好榮幸講咧，我哋呢個係世界首創嘅醫病扶手喐。淨係坐展工術，大家如果去北美、加拿大、美國，又或者北歐、芬蘭啊、挪威啊，即係會睇到一啲大型嘅梳化，大家有冇留意過？睇過請舉手啊！就大型嘅梳化咧會升起嘅，但係嗰啲咧係成張大梳化升起，即係唔知你起身時候咧，即係要咁樣曲。因為呢個背脊唔喐，咁所以我起身咧要咁樣，咁呢一個咧就有危險啦，係咪？會曲前，因為老人家比較論盡，會曲前，尤其是如果我係高嘅人咧更加，越高咧個傾斜度越快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哋獨家專利呢個 function， 即係呢個功能咧，就係話扶手緊嘅，醫病緊嘅，淨係個工序。我示範俾大家睇下，因為如果係其他啲凳咧，好可能咧就會即係達唔到個目的啊。OK， 而家我落翻低，好啦，到我要升起嘅時候咧，大家可以睇下，我升起，我扶呢度唔喐嘅，背脊唔喐嘅。即係或者我起身咧都可以做，就唔使咁樣攣住啦。因為嗰啲咧係個椅背咧，連埋個梳化都背。所以咧，我哋就改善咗呢樣咧，達到服務社會嘅目的。好多謝大家，有冇咩問題想問？有冇？咁如果大家都明白嘅，咁就一陣會時間咧已經過晒啦。咁好多謝大家今日出嚟嚇，請多謝。
7,500蚊，冇機器嗰張2,500蚊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亦都需要資料嘅，可以去我哋109個攤位咧攞啲資料，好嗎？好，多謝大家嚇，多謝。呢個好輕嘅，因為冇機器啊嘛，好輕。想知呢張凳點樣運作咧？可以去我哋嘅寫著係啦，嗱可以幾個途徑，一個咧就係109喺我哋嘅攤位109，我哋攤位即刻攞資料，亦都可以即刻購買。第二可以去豐澤嘅網店，你登上去咧，亦都有優惠價可以買，亦都可以去文化村北角跑馬地嘅分店去購買。亦都可以嚟我哋寫字樓西環嘅香港商業中心嚟到購買。多謝大家。好，多謝。